今天我们吃一个云南的木瓜鸡。昨天上睡透，遇又好懶問候，常嬲嬲似打手，惡惡面口。但這天上抬頭，露笑口，笑面後，紅的心似一粒跳躍大豆，跳動眼睛，大眼睛看着平靜，卻是眼睛。原因遇着你，一顆心開始不肯再安靜。原因遇着你，這個我眼葉地後皮膚都產生反應，難抑